张牧师各位兄弟大家高早，大家平安吼。欢迎来到阮信友教会。我甲恁共款拢读新的啦，我都拄来的啦。真欢喜，咱伫昨暝有得到张牧师真好的提醒吼。教会基础就是祈祷啦吼。今日要接续有3个信息要带来互咱，而且代表教会甲咱欢迎。嘛真欢喜有即个机会，两间教会会通安尼手牵手心连心，伫主的道路顶上来相同行啦吼。三甲受着提醒。等下我就无爱介绍张牧师的来历啦吼，拢放伫咧后壁面，咱才家己看。你若有啥问题，免问我，张牧师伫遮，会当直接问伊啦吼。有一项要甲咱讲，就是讲我今仔日的录影。录影了后，我会放伫 YouTube 顶悬，我有征求张牧师的同意，我会甲 link 寄互咱各教会，咱会当转去去复习啦吼。我想，毋是一摆听了就煞吼，听道理较重要是安那，爱去实践啦吼。若袂记真吼，搁听一摆安尼吼。搁一摆来甲咱表达欢迎，咱做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伫清早时，阮会当组织伫你的圣殿，主阮用祈祷要做开始。因为你爱阮，甲你有结连，阮有甲你有结连的时阵，伫阮的人生的道路，你就要来带领阮头前的路。阮感谢你，找起你的中保张牧师来到阮的中间，用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来指责阮，提醒阮，信仰教会的基础是啥物？阮要爱安怎行伫你的道路顶悬？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用耳孔、用心灵听见，也用意愿来实践。阮将今仔日的时间恭敬交托伫手中，祝你亲自来掌权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program 变了足水的，爱学落者，毋知先人讲了。这本 program 在写做。program 呢個本文設計李牧師來聽。所以特別甲你多謝呢。我去印的。我要甲咱講一樣清楚。昨暗吼，我这部放伫迄落，我要讲的内面吼。昨暗有人在讲迄落做犹太吼，是大功劳者这样代志吼。我当日想了吼，我记到了，我感觉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。我爱小可来讲这个背景，有吼，有可能咱会听异端咯。这两代志是真严肃的事。我要甲咱讲吼，犹太是魔鬼的 agent， 伊绝对毋是耶稣基督 agent。我即么小可来讲迄个背景，互咱知影了吼，较袂互大家安尼含做一位讲。咱的圣经内面吼，有。咱的圣经叫做正典 canon， 这圣经的正典特别四福音是真重要。四福音写了后，才来记一句话哦，是安怎样？敢若放4本福音书内底，后来写足济，是安怎敢若写这4本福音书内底。当时的教会已经伫200年内面，大间教会拢在用。一个两个原则，头一个原则，所以一定爱速读。第一代心目听会亲耳听见耶稣讲道，心目睭看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代志，写的才有神。这两个原则。所以迄个叫做正典。所以当咱的福音书写出来了后，才咱会记足重要的代志。四福音写出来了后，遐个头一代的基督徒，捌甲耶稣斗阵做伙，听耶稣基督讲道，
看见耶稣行神迹，遐人拢好伫咧。所以遐个人真做头一代见证人。所以当四本福音书写出来了后，若中间有假，请来记，中间若有任何是假，伫第一代徛袂了。这是上重要的原则。就我甲咱讲起一个咧吼，咱即个时代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甲真理、真实所发生的代志，有准无？有啊。因真侪人较活的，吼！你若过300-400年后，再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可能有问题。因为后壁有加一大堆有诶问题。所以我要甲咱讲，伫咱的圣经内面吼，4本福音书写的是第一代基督徒拢较活的时写。特别头一本马可福音，大概是主后。第40几年就开始写出来，头一本后来马可，来马太甲路加，差不多主后50几年写出来。咱这耶稣基督伫主后30几年，伊同了一定是毋记，3日死了佫活，40日甲伊的门徒斗阵做伙，这个代志第一代学生、初代基督徒拢知影，拢看会到。所以新约圣经拢出来，最后一本是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写出来时间是主后第80年到90年中间写。初代教会有足侪人活的，毋过伫遐当时的初代教会到主后90年左右，教会开始有异端出来。异端叫做啥呢？叫做 Gnosticism。叫做灵智派，灵智派，因是互希腊的哲学影响了真厉害，因为希腊哲学内面咧讲二元论，身躯即个肉体是歹的，灵魂是好的，所以即个灵身躯吼，就尽量加迄个用了，若无怪家己好死。所以修行、修道一大堆堆的内面出来。因为有即款观念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含咱共款出世伫世间，这哪有可能？所以因开始讲耶稣吼是上帝囝，伊来世间是啥物要救人着，所以伊是幻影。耶稣甲咱做伙吼，虽然坐伫遐讲话，伊行神迹，迄种幻影，嘛叫所以。Gnosticism 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幻影学，即款道理出来的时候，对当时的教会影响真大，特别是第1世纪了后，第2世纪、第3世纪，对当时的教会影响真大。这 Gnosticism 毋是小看人咧信，这 Gnosticism 出来了后，你敢知影？上大先抢着的。要有2个使徒，头一个就是什么人？就是保罗。第二个什么人？第二个就是约翰。所以你看保罗的批内面，一直咧攻击耶稣基督，毋是幻影。你知影使徒是约翰福音第1章咧讲道成肉身有无？迄句话是对对啦，就是咧对付 Gnosticism。因为讲耶稣是幻影，所以耶稣无真正肉体。所以即讲道上帝话真正做肉身。因为幻影线若讲出来是，大家承认幻影线的时候，耶稣顶是毋是假迄假咧？那是个影尔。迄讲咧到底迄救赎拢假的。你敢知到第2世纪、第3世纪？迄个 Gnosticism 还佫足强，伫迄个时阵开始有足侪福音书写出来。福音书是4本福音书以外，佫加足侪物件出来。要补啥？要补耶稣你看圣经内面，敢若讲耶稣出世，了后12岁讲一个记录，佫煞来跳落到耶稣3岁出来。所
所以有一个中间30年，你中间抗白，所以你个腐败了。哎拢假，讲到你毋知影吼？我拄则讲静电了后 ，Canon， 搁说咧，第二款叫做触经，你毋知要听无？吼 ，Apocrypha。迄触经是啥咧？触经是伫主前400年的内面。你知影最后一本旧约圣经是迄落做马拉基对不对？马拉基写了后，到耶稣出世要400年。这400年的时，毋是无著作，有足侪著作出来。总是犹太人的律比无加迄当做圣正典，因为正典敢若到马拉基尔。啥物加这触经出来？因一个原则讲，这触经，伊甲叫做触经，会当参考。总是无真实性，是啥原因？头一人作者拢是古早人的名写的，或者托古之作，就讲托古早以诺啦，托古早阿东啦，托古早12迄个12支派的先祖啦，所以这拢是托古之作，所以这伊袂当先入。佮第二个原因是，因拢用希腊语写的，因为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语写的，所以遐个当做触经，袂当列入正典。到基督教的时，咱嘛看做触经。伫这触经的中间，唯一影响伫新约圣经的观念，一本就是以诺书。佮刷落去，主后第2世纪、第3世纪了后，开始有一寡著作。像讲为了彼得福音书啦，有迄落做腓力福音书啦，佮有犹太福音书啦。上厉害是犹太福音书，犹太福音书咧写啥？咧写讲犹太安怎帮助耶稣上十字架，所以犹太是公道者。所以像你即摆迄是主后第2世纪、第3世纪写出来的著作，迄袂当列入正典。遐个叫做啥咧？遐个叫做 Pseudepigraphos， 是啥物意思？咱中文甲译做伪经，伪造的伪经啦。所以伫圣经的正典的内面的过程的中间有正典，搁来触经，搁来啥？伪经。遐伪经伫咱这个时代连甲圣经都无甲圣经，是啥物原因？是因为迄拢假的。因的理由是啥物？因为耶稣的犯影，所以一个影呢。所以耶稣犯影毋久，还佫有足体使用所以伊足惊死的。所以伊拜托犹太讲，拜托你甲我卖。但是我迄真正乱弹咧，甲我昨暗讲的完全无相关。所以4本福音书真会当互咱相信的，是啥物？是迄是第一代基督徒，大家拢活地时所写出来，拢相当可靠。我讲你若读圣经的4本福音书的时，你去比较其他的经典哇，好足济。我举2个例子，头一个例就是迄落做迄个印度教，不是印度教，佛教的大藏经、大藏经。大藏经有咧写佛陀的故事，你毋知当时写，迄是迄是迄个佛陀死后600年写的，死后佛陀死后600年才写的著作，你写佛陀会准袂？你若照迄落做学术界来看，迄个假实性，检知有啦，毋过查咱的4本福音书已经差足济啊。这准确性，再来第三，可兰经一人写的，迄个人就是穆罕默德。伊写，你毋知？伊可兰经修改300年，哪有迄落经典讲恁的神启示的，佫会当修改300？你开玩笑。愈改愈厉害。你毋知影？我敢若举2个例，你就知影
伫可兰经内面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玛利亚是啥物人 ？Mary， 就是摩西的小妹啦，摩西姐姐。Mary 是啥物原因？你知无？因为穆罕默德还未迄个，即条迄个神，迄个邪神启示的进前，伊足敬虔嘞，伊定来去教会礼拜，所以伫第6世纪才出来，伊去修道啦，一个神来甲讲讲，我甲你启示，我就是阿拉，阿拉的意思啥物？你知影阿拉啥意思？你知无？阿拉叫做阿伯拉罕的上帝，所以足侪人讲，阿拉阿伯拉罕的上帝，咱就含咱共款，差大尾的。咱的圣经内面讲吼，伫旧约圣经内面讲，阿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，搁来一个啥？雅各的上帝，迄才是耶和华上帝。阿伯拉罕的上帝，阿伯拉罕的子孙内面无拢信耶稣呢，阿伯拉罕的上帝无拢信耶和华上帝呢，所以差足侪。举一个咧，我拄则咧讲的，你敢知影？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查摩西查偌久？查1500年。到即摆因还死硬嘴巴讲，咱写毋对，伊照因才对。因是主后600年才写。啥物原因你知无？因为穆罕默德检采毋捌字啦，所以叫人代变。迄定去教会做礼拜，去教会做礼拜，你若牧师徛伫讲台顶，你拢也知吼。有当讲旧约，有当讲新约，有当在伫讲道内面吼讲着新约，或者甲跳咧讲新约，讲旧约对无？因来因去吼，听无啦。因为伫阿拉伯话内面，玛利亚甲米利暗吼足共款，所以讲斗做伙。所以啊，是因为伊好听讲迄个错误吼，足恐怖，迄毋是小可错误。到即摆因坚持讲咱毋对，伊对。搁另外一人，伫旧约圣经内面创世纪讲阿伯拉罕献啥物人？献以撒对毋对？伊讲无迄啥毋对伊，是献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公啊，吼。伊讲献以实玛利，毋是献人咧。旧约圣经早迄个做啥？毋说早几千年的，人毋只干那你对，即摆迄条后上拢白通啦。所以你若好好研究圣经，我真正甲你讲吼，你会当发现真正是上帝话，迄毋是讲袂出的。你愈读，你愈研究，上帝话愈真实。所以我真毋茫讲，咱第一教会伫即边遮吼。毋通去受迄款异端的影响，迄异端已经要2000年啊咧。到即仔还佫伫咱中间会造成迄款错误的了解，迄是真大的差别啦。我要甲你讲一项吼，即款异端毋通互咱继续伫咧内面，所以咱的教会若无倒转去圣经的真理，绝对出问题。迄是真严肃的代志。这是后一人，过来伫遮吼，我昨伫讲祈祷，年轻人真正求助帮存在。我一直咧观察咱台湾教会吼，有一个习惯就是逐日入来好欢喜甲3000万，哇真好。我毋是讲这毋对啦，不过我要甲恁讲，韩国教会吼，甲咱无啥共款。我40几年前来美国的时，台湾有伫风行。一句真趣味的话，讲伫亚洲3个真好的国家，韩国、台湾、甲日本，3个教会拢无共款。韩国教会特色是啥物？是祈祷。台湾教会特色是啥物？无乐、吟诗。日本的教会特色是啥物？是神学。3项拢真重要。毋过你若敢若注重一项吼，会偏去啦。你敢知影？韩国教会，因咧讲，通常的教会，一般的教会是用千做单位啦。韩国教会讲算千个人吼，算千个是中型的教会。
台湾教会搞入师真好，咱是用啥？用百做单位。日本是新仔个教会，伊用10做单位啦。9单1呢？9单1万呢？所以你发现讲吼，无祈祷个人的祈祷是不得了。我去韩国伫教堂时，我看足甘心嘞。透早4点，迄个所有的迄个这公车开始咧驶，要载人去教会参加早晨祈祷会。4点好，公车就驶来驶去。所以韩国人的祈祷实在是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因一个习惯，头一个今即摆礼拜堂的，无咧打招呼啦，无咧拍招呼的，大家乖乖入来坐咧，先祈祷。我问你爱无师傅，恁咧祈祷啥？伊讲，大礼拜圣殿先甲主请安啦，主感谢你，互我平安来遮，我要敬拜你。了。叫排煞叫手，才甲人讲话。咱台湾教会较录音师好，是吧？对录音师吼，这毋是歹啦吼。不过迄款敬虔的心，真正无共款。所以基督真正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慢慢改变，对咱的教会对是足好。所以我今仔日嘛，将这做经验啦吼。还是我对昨甲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内面所观察的，我若讲毋对，还是讲了较批评吼，请恁赦免原谅。我一个目的啦，也就是帮助咱大家真正倒转来伫圣经的真理，真正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主，这是我真大的目的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早起过7年通到伫你施恩的宝座前。阮望今仔日要伫遮三角思想主你的话，来帮助阮两间的教会伫你的厅内面，搁一遍得现恩典，来兴旺主你的国，兴旺阮的家，也复兴阮家己本身伫你的厅内面。主因带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即摆咱的主题。毋知几兄弟怎会会记吼？咱即摆主题，你莫看觅吼。头一个叫啥？活出基督。第二个叫啥？更新。第三个？所以我将这要分做3个阶段，就做3个主题，甲咱大家来思想。讲要活出基督，咱来先捌基督是甚物人？所以。我直接要来请问咱一项代志吼，请问我要问这项代志是免问讲，请问恁还未出世之前，你伫对有人知无？你还未出世之前，你伫对？咱再问较侪岁吼，咱超过70岁人问好歹，现在你较有智慧吼。咱中间还未出世之前，你知影你伫对无？无问较少年的无，咱才有20岁。有人知影讲，因为出世的之前伫对无？无人甲讲，歹势讲。我替恁回答好，你无出世之前，都根本无存在啊。咱是出世了后才存在，迄个出世毋是生出来哦，是当咱伫老母的腹肚内面，生态。迄个时候，咱就存在。所以我直接要讲，迄足重要的观念。伫腹肚内面照圣经的真理，是已经有生命、活命伫内底啊。我教会有一摆一个姊妹，信主了差不多5、6年，而且姊妹来找我，然后我说我已经做这个工做足久啊，一礼拜要做2、3摆。我无，迄落帮一礼拜做2、3摆。我讲你忘记啥？伊讲我常常忘记吼，我抱2个囡仔，
一个抱咧，一个挨咧。讲好完了，啊是查甫，伊讲我毋知啦，啊毋久吼，两个拢无头。啊，我已经做梦做差不多起码10年啊，啊未信主我就有啊，啊到即摆佫无煞。伊讲无所以啥，我讲你捌对待2摆吼，你惊一条，伊讲无错你会知。我来讲你毋通想讲，迄个红领伫你巴肚内面，迄毋是性命嘞。恁两个红领吼。常在甲你做，互你绑定。我讲到这个目屎吼，流出来。我讲你来叫恁头家来，恁两个翁仔某是我引带因入去教会吼，恁两个某来，你各种人来。我甲讲，恁这样代志爱伫主的面前求主洁净认罪，我带因认罪祈祷，了我讲主。求你将这两个无出世的红领带转去你身边。啊，我讲你要甲你囝号名无？伊我毋知查甫查某，我号一个较中性的名啦。啊，伊就号名了后，我讲主，这两个红仔某将两个囝无出世号名交在伫主的手，愿主甲带入去。你听着敢若像个。天方夜谭吼，现今晚灵的代志，属灵的代志，跟他属灵的人知道，这是保罗讲的。你敢知影对阵开始，这对人仔某无个有问题，所以咱袂当讲出世生出来叫准神，红领仔伫巴肚内面就是，因为圣经内面讲耶稣未出世的时，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去。找惊死了约翰的老母，啊，惊死了约翰还未出世，伫巴肚内面讲丢跳，啊，惊死了约翰的老母讲安怎？讲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因为我看见我的主的老母来遮，我的巴肚内面红领就丢跳，迄有灵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圣经内面有真水的话啊，先知亚利米还未出世，先知亚利米。上帝讲，要叫伊做先知，讲无我受少年，我无袂当做。上帝甲伊讲啊，讲伫你还未出世，伫你夭伫你老母的巴肚内面，我已经拣选你，我已经分别你做神，要呼召你做先知。所以啊，你即摆你啊读圣经时，足侪真理，咱袂当放任，所以毋通对即个世俗咧行。所以我直接要甲咱讲哦，伫你还未出世之前，你有存在无？你无存在，咱伫老母的巴肚开始，才有开始存在。总是我要甲你讲，伫圣经的内面也好，伫全人类的内面也好，只有一个人，伫还未出世的之前，伊就存在。什么人？主耶稣。啊，这项代志吼。犹太人袂当了解，所以我请恁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8章56节到59节。迄个咱的李牧师吼，真用心吼，总将我要讲的圣经在讲，拢迄个做印条表。所以恁若来看恁的迄个做手册后壁，《约翰福音》第8章56节到59节。我来读伊就是说吼，这就做汉字的吼，所以咱若做当时啊咧较袂清啊。我来读吼来，恁的祖公阿伯来喊吼欢喜，仰望我的日，既然看见就快乐。犹太人讲，你还未50岁，减见过阿伯来喊。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还未有阿伯来喊就有我。只要你因摕石头要定的。耶稣却未对点出去。即话我见这段圣经吼，记忆敢若这30年吼，真深刻咯。这是耶稣基督甲啥？甲犹太人咧对话时的一句话。啊，伫这内面我见讲吼，耶稣甲
甲迄个做犹太人讲，你咧做工吼，嚯，这期待看到我，看到我还是欢喜个咧。你看，我这神经病，真正哦，你都还未50岁咧，其实是耶稣30几岁尔咧。但是耶稣可能31、2岁尔吼，犹太人讲看你敢若像50岁，所以你敢知影吼？感谢主吼，即句话对我足大鼓励的。是啥原因？你敢知？老也是吼，看到较老无要紧，耶稣就安尼咧。吼这拄仔咧应验先知以赛亚52章53章咧讲，伊无好的形容，伊无好的外貌啦，看到也无啥水吼。所以咱这无水的人吼，感谢主看到耶稣的水无水吼，得到真大鼓励呢。所以我直接要甲你讲真趣味，好佳哉耶稣无真水，无逐个要找拢是帅哥咧，这是啥物？你发现耶稣基督看遐个当时话操劳到30几岁、30通岁，看到像50岁。因为这段圣经真水的所在。过来第2项，你敢知阿伯拉查耶稣查几年？你知道？去看卖。耶稣查阿伯拉，我查买2000年。拄啊像咱即马查耶稣的时代共款。所以犹太人听伊讲安尼酒头体就要甲丢。其实犹太人唔捌，这叫做耶稣在讲伊家己本身，伊有先存在。我有一摆伫一间教会吼，我咧讲旧约中的基督。我去教会时吼，有人咧想讲奇怪，耶稣基督做新约才有，我哪旧约啊有？因为是讲我的圣经在对体吼，旧约圣经有基督。有，听听卖，伫旧约圣经内面，耶稣基督是足活泼，佮足活动的。我起码会当甲咱讲10位以上的圣经在伫讲，迄是耶稣基督做的。我今仔袂当讲收遮，无就几点钟去啊？我刚才头仔咧讲，耶稣咧讲，阿伯拉罕看到我还是欢喜甲，迄是记伫倒你知无？创世纪第18章。你无时间去显啦，我来讲阮听。创世纪第18章，伫遐讲啥呢？讲有一个阿伯拉罕，伫迄双树骹，可能是热天，迄大旷野，所以阿伯拉罕讲啥？伫双树骹咧笑树，忽然间看见3个人出现伫伊面头前。即看见这3个人毋是普通人哦，伊走过去，毋是拜人俩，是规个人要拍咧。伊讲，请恁3位，若得到恁允准，来阮斗坐啦，歇一下吼。我来煮一寡物件，互恁食，啉一点物件，互恁增加体力，搁通向前行。这3个中间一个讲好，你去做。阿伯拉罕入去了后，我毋知影是啥物哪里吼。有迄落不速之客来恁兜的时，你毋知安怎做。我可能讲，阮昨暗食出了袂歹咧，直接粗粗小小就使食。无阿伯人无安尼做呢，阿伯人安怎做？头一人叫因太太哦，因厝哦，迄个做啥？炉材迄个卤备一大堆，无叫太太亲身做，要冲面，要冲面哦。冲面了是安那？你毋知要冲互6、7个人食，对伊个做面粉开始做面吼，迄几点钟？你甲想象讲迄偌久？了，你毋知影撒拉迄阵几岁啊？你要90岁啊呢？阿伯兰要100岁啊！伊赶紧入去牵一只肥个水的牛仔囝，叫伊的萝卜台。好，这3个人要食这顿无简单嘞，对牵牛开始抬吼，你想要等偌久？
你即摆若去餐厅要食饭嘛，讲等下我才下午咧，我要惊死，你不要等了，要等一日。嘿，啊，这三个人才有人是拄伫遐等哦，啊，伫迄个等的中间咧对话，其中一个讲啥？其他两个拢无讲。讲明年的这时阵吼，萨拉要生囝，啊，萨拉伫隔壁迄场，迄个텐트内底，听着煞笑。伊讲萨拉是安尼笑，我无咧笑，讲有啊你咧笑。即日上面所讲的，敢有白菜，敢有无可能？你敢知你啥物人？你就是耶稣基督还未出世之前的基督。啊了，咧食饭，阿伯人咧食饭真水哦，阿伯人呐，食到边啊？阿伯人来，大家做阵食，无咧，伊毋敢，徛到边啊服侍咧，迄做 waiting upon， 迄款迄叫做服侍啦。所以了后的时，食饱，啊，阿伯人佫一个上伟大做送因出去咧。迄若我到门口歇好，啊，你会使走啊？无你佫陪你行咧，行一段时间。啊，这行的时，即个旧约的基督，伊讲安尼，阿伯将来要做大国。啊，我祝福伫个时阵足济，爱要通过安尼来祝福足济人。啊，所以我即摆要做代志，我无甲讲。咱台湾人讲歹势，圣经无安尼讲。啊，伊总甲讲。我即撮去吼，就是要去索多玛俄摩拉，即两个城足歹，透过我的眼光内面，即两个城足邪恶的。我要来看卖咧，啊，若真正是安尼，要毁灭。啊，你毋知影吼？阿伯人听着讲要毁灭即两个城，迄若我吼会拍马屁的人就安尼讲，哎哟，真对啦，吼，你足公义的，你是真理的上帝，即两个城足歹吼，毁灭掉，对。阿伯人安尼做无？阿伯人安怎？开始讲，公义的上帝敢会做这个代志？内面迄两个城有50个好人，你敢会杀？哦，即句话拄咧吼，迄公义的上帝煞做袂落呢。伊讲若有50个，我袂杀啦。阿伯人嘛惊咧，讲咱50个伤济啦吼，啊无45个好。咱讲若45个，我嘛袂杀。啊，到尾啊，伫遐咧，迄像咧拍卖咧吼，50、45，一直发到剩10个。啊，主讲啦，那剩10个我嘛袂杀。你知影即两个城叫做双子城啦 ，Twin Cities。即两个城几啊万人，找无10个好人。你可见讲即两个城偌好？啊，所以。阿伯人就送因走，啊！你我见讲头前两个咧行的，迄两个一直行，后壁迄个咧无去啊，等于天顶啊。你毋知头前迄两个啥天使，啊两个天使去，啊到索多玛俄摩拉时，去拄着啥物人？伫门口拄着迄个阿伯人的弟啦，伊的小弟的囝，或者说罗德。啊！罗德讲，看到三个人来，你要带队？即人讲我带外口就好。我毋知哦，要外口就危险，袂毋知。你来阮兜住，啊，请伊两个入因兜住。啊，忽然间咧，咧食饭的时，外口那索多玛俄摩拉一组诶，伫个厝内面要冲入去，啊，甲伊讲安尼，讲救出来，阮哦要甲因算，你毋知鱼尾内面要算是啥物？之间呐，要做即落邪恶的代志，啊，所以迄个罗德说，我毋通啦，你毋通安尼做啦，即我的人客，若无吼，我有两个查某囝，还未嫁人啦，还有出路，无互恁啦，啊，你毋知因嘛无爱，要叫即两个人客出来，啊，所以天使吼，哇，这用要甲门戳破去，两个天使出去。飞一个，总遐人拢找袂，总无找无路。啊，迄个时阵才叫罗德全家紧走，算的吼，
因兜啊，即两个查某囝讲已经订婚啊，所以挂两个订婚的囝婿6个人，天才讲我恁去走，啊走去一个小城叫苏尼城，啊，去叫两个囝婿，囝婿唔听啦，唔听啦，啊所以天才讲叫伊去走，啊所以伊叫找了，上帝对天顶降流洪水，将即两个城总烧，无一个活。对咱来看，即两个城哦，上受要咱讲哦，上惊残忍，其实无啦。迄两个城已经邪恶到，迄个罪已经蔓延出去啊吼。上帝若无造灭，可能全世界受影响更较厉害，可能比即摆更较厉害。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即两个城以前足侪圣经学者讲，哎，着放汉过啦，哪有可能？即马考古学家将即两个城找出来，啊，找出来上水的所在，上重要的证据是对应该，敢若即两个城的所在，有迄个足深的什么的硫磺，迄硫磺烧无了吼，对天顶落来，啊，迄款硫磺，迄个科学家去研究的迄款硫磺，所有周围无迄落物件，啊，迄落物件嘛毋是地面上找到的硫磺，是对天顶落来，啊，迄硫磺的种烧无了吼。足侪到处拢是考古学家要证明讲即个所在真正是索罗玛无啦，去捡起来吼，啊暗时捡做堆啊8点的，伫遐捡住，会当伫遐烤肉。所以我要甲你讲吼，圣经所写的毋是乌白拖的。啊，即段圣经在讲啊，耶稣在讲的是即项代志，伊甲犹太人讲这样，犹太人袂当相信，伊袂当接纳。所以，伫旧约圣经内面，耶稣基督是足活动的。我甲你讲2项就好。第二个吼，有一摆，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要去攻耶利哥城，对无？这样代志恁都知吼。啊，约书亚家一个人，伫城外伫说，伊伫想讲要安怎攻，伫计划。忽然间，一个人徛伫个倒背起来吼，徛伫个面头前。约书亚当然真勇敢，讲你啥物啊？你是支持我的，还是帮衬我的对敌？伊也讲拢毋是，就讲约书亚讲啊，无你是啥物人？伊讲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要来遮做元帅。约书亚听着安怎？水拍落去，伊讲主啊，你有啥物吩咐？啊，迄个元帅讲，甲你的脚鞋啊脱起来，因为即个所在是圣地。我手会讲，你徛的所在是上帝元帅徛的所在，迄个所在比较神圣，你的鞋啊脱起来。啊，脱起来了，伊讲，搁刷落去，你若看刷入过当章约书亚内面讲安那呢？即个上帝元帅甲讲，搁刷入边那伊讲。你毋免出兵，你干那去洗城墙就好，一日洗1日，第2日洗7日，城就要放落来。啊，我直接要请问吼，迄个元帅是啥物人？你有看卖？啥物人有资格通做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？伫旧约圣经内面足侪摆吼，讲上帝军队出巡吼，就撒加利亚第1章。足侪所在咧讲上帝军队，迄种天才吼，真正天兵天将，迄真正有咧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啊，迄个元帅啥物人？有即条你甲要讲，可能是米卡埃尔。你知影天使长几个天使长吼？最简洁的就是小台，清洁的天使长叫做米迦勒。啊，米迦勒。伫希腊语、希伯来语叫做米卡埃尔，啊米卡埃尔，咱英语叫做 Michael， 所以咱中间有人英语名叫做 Michael， 迄叫做天使长啦。阮教会3个 Michael， 所以讲好，咱教会3个天使长。啊，其实天使长也无资格通统帅上帝军队。你看迄个啥物人？足清楚，迄个是耶稣基督。是啥物啊？是安怎讲？你若注意读到启示录第19章，
耶稣基督到尾啊，要带伊的天兵天将，甲所有正信徒，耶稣基督要骑白马来到地面上，要做啥？中国会讲要做扫荡，要将所有黑暗的关系拢扫掉。啊，伊的身躯擘足侪花，啊，毋单你啦听，无人知影伊的名，拢是伊的骹腿的所在有写两个名号，讲伊的名，伊的外号叫做啥？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迄是啥物人？是耶稣基督。啊，佫一位的圣经，我讲到遮落，一圣经足侪位吼，我请咱来看，但以理书，你敢若无印伫即内底块，我请咱来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第7章，要两节吼。但以理书第7章13节，但以理书第7章第13节，但以理书第7章13节，这是但以理暗时所看见的异象。伊讲，我伫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亲像人子的，驾着天魂而来，受带到最古早一有地的面前，得着官兵荣耀国度，互逐方、逐国、逐族的人，拢侍奉伊。伊的官兵是永远袂废去，伊的国袂败坏。即摆是咧指啥物人？你发现讲即段圣经是你发现讲，哇，我读即段圣经我足兴奋。迄个耶稣伫世间的时，家己称伊是咩人子无？是毋是？迄个人子是对遮来的，迄毋是人的囝来听，迄是一个title，迄是一个函啊，迄是上帝囝的名的头衔。啊，而且讲安尼咧，讲伊伫暗时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子，一个魂到伫底，这讲一个叫做最古早就地地迄个亘古常在者，迄啥物人？对一个上帝。迄叫做阿爸爸上帝。哦，你咧讲摇花吼，我安讲，我打岔一下吼。我请问咱吼，足侪圣经观念咱拢搞不太清楚。我只想问，摇花是指圣父上帝，还是圣囝上帝，还是圣神上帝？啊？不是，还是这对？你想要指圣父上帝，请举手无 ？OK， 啊，指圣囝上帝，请举手。啊，有人讲圣神上帝无？虽然有足侪人举手讲是圣父上帝哦，总是实在毋对啦。迄是指三位一体上帝。啊，而且伊毋是讲耶和华上帝，是讲亘古常在的，对古早对自然而然的上帝。还是咧指啥？坐伫宝座顶的阿爸爸上帝。啊，圣囝坐魂到伫个面前，啊，伫个面前做领受官兵，啊了咧，要去世间安怎？只讲吼，要互万国、万族、万人拢到伫伊面前，啊，伊的官兵是永远袂废，伊的国是永远袂败坏。听姊妹，这表明讲耶稣基督要来世间的时，毋是讲啊时间到啊吼，来啊咱来啊，啊耶稣当来世间，毋是，是且咧讲啥物咧？伊要来地面上进前，伊先到伫阿爸爸面前领受官兵。你甲想象讲吼，我毋知你有咧看连续剧无？迄中国也好，外国也好，所有大将军要出征的时，一定爱记啥？爱记皇帝。啊，记皇帝时，皇帝想做啥物？想做三样物件。头一人兵符，你50万的军队，迄个兵符就是代表你会当统治这50万。搁来啥物？互伊旗啊，迄旗啊代表啥物？代表这个国家。啊，搁来第三互伊啥？尚风宝剑，迄若是太祖啦，迄若封太祖。迄个尚风宝剑是安那？心脏号召。啊，是即个将军互皇帝足会信任，想出去。啊，而且讲啦，讲
耶稣基督还未来世间之前，到伫阿爸爸上帝面前领受这个官兵，啊，然后咧来地面上。所以你发现这条圣经是就要打比较一个问题哦。我就爱讲圣经，我讲伤久唔知是歹势个。到几点？10点半，我搁剩15分好。要35了。真要35分，多谢。我只要甲讲吼，耶稣要来地面上时，唔是小代志哦，迄是天地阿爸爸上帝保佑就是足大个代志。啊，你毋知耶稣领受这个官兵了，伊来地面上。啊，我拄则讲一个问题是啥物？你啊，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，啊，但以理写落来，啊，但以理猜啊，所查几年，你知无？你想看嘛咧？但以理猜啊，所查到400年。啊，你讲唔啱过，400当前，伊就领伫天顶领着迄个这阿爸爸上帝官兵啊400年，才来出世啊，那斗袂起来。我只要甲恁讲吼，我只要甲恁讲。圣经内面互咱一个足趣味的观念，上帝的时间，伫天顶的时间，甲地面上的时间无共款。上帝看1000年以前是啥物？就10暝一更啦。所以你好见讲，啊，我足爱啥物人呢？你知英国有一个足出名的迄个大教授，叫做 C.S. Lewis。我那你中间足侪人看吼，啊，伊吼，吼，足感谢我这是个足好的基督徒，伊有写足侪水的小说，啊嘛写足侪真出名的册，啊其中一部册吼，拢做8集，啊吼，差不多现在老少咸宜啦，啊名是童话，你写有囡仔故事，啊毋过吼。像我这7、80岁读啊都好着迷，啊，迄会做中文吼，啊，毋然你也听，迄个做 Disney， 甲拍做电影，即尾已经拍3集出来啊，拢做8集，啊，伊写的吼，完全根据圣经写足侪哎，童话故事吼，你看毋是讲迄3岁囡仔，你看是10岁囡仔看无？你毋知影？我伫平时咧读册时吼。教授用迄做教科书，我咧研究伊的心态，足好。啊，足侪人在甲我讲，迄落做老爸老母讲啊，买啥物互囡仔看较好吼？绝对毋通去买《哈利波特》，迄真正是怪力乱神。啊，美国嘅学校竟然将迄当做教科书，你使乱来。啊！你拢知影，我拢介绍伊去看 C.S. Lewis 写这部的册叫做《Chronicles Narnia》，中文解译做《纳尼亚传奇》。啊，即个阿公阿嬷吼，你问讲啊，我想要买啥物啊，互阮孙，讲你别这8本册吼，我你看咧吼，囡仔种着迷，啊，有3个特色，头一人，哦，伊的英语足水的，伊是英国文学的教授。啊，伊是剑桥甲迄个叫做牛津吼 ，Oxford 甲 Cambridge 咧做教授，过星期啊。啊，第2项，伊的册特色讲，哦，比金庸的小说更较传神，他袂讲。啊，第3项的特色咩？足有圣经的真理，足有圣经的真理。啊，伊伫描写足侪项代志，其中一项在讲，圣经时代咧写上帝的时间，甲咱时间无共款。啊，无共款的所在是讲，这个囡仔内面咧写囡仔，4个囡仔吼，啊4个囡仔在读册，啊咧读册时吼，啊去咧等车要坐车下课，要等车坐火车转去吼，啊火车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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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这个囡仔伫遐蹦蹦蹦蹦入去伫个叫做哪里即个国度内面，啊伫遐哦，佮拄足侪代志。哇！战争烧台，啊因有一个真好的狮仔王，狮王叫阿斯伦，甲伊帮战，啊结果安啦，结果好得胜，啊得胜了，伊讲啊，按时间到爱转来，啊转来是嘣嘣嘣嘣嘣，火车停了。你几分钟会？敢有几分钟无1分钟尔？总是伫哪里啊？
是几啊年，伊用安尼来伫形容圣经内面伫讲上帝时间，甲你的时间偌快。所以用安尼，所以对遮来看讲哦，伫旧约圣经内面400年，伫地面上400年，总是200啊，去减才是1个啊尔。所以我直接要甲你讲，伫旧约圣经内面的耶稣基督是足活泼啊，足活动的。我无时间哦，内面起码佫5、6位我会当甲你讲。啊，每一位你若读啊，你研究的时候，去讲哇，规本旧约圣经总画起来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旧约圣经内面活动的。所以是我直接要头一人，互咱知影讲，伫旧约圣经内面的耶稣是真重要。过来第二项，我即要讲耶稣，伊有一个真大的行动。头一人，三位体上帝斗阵做两样代志，就是啥物创造、甲拯救。你若有机会去读去了做《箴言》第8章吼，《箴言》第8章，咱无时间去读，总是伫即后壁，敢若有印的款第8章对，无印就要紧。第8章在讲啥呢？在讲迄落做有一个师傅头伫创造的时，甲阿爸爸上帝斗阵，迄是在讲啥？讲阿爸爸上帝咧创造的进前，伊的头壳内面已经画图画好势啊。啊，圣经耶稣讲，伊都讲啥？讲阿爸爸我来做。所以耶稣基督上帝话。讲有啥物就有啥物。啊，圣经咧做咩？圣经将上帝创造夫妻条咧，所以对创造的立场来看，阿爸爸上帝设计创造，耶稣基督成就创造，圣经上帝夫妻创造，所以三位体上帝做伙做。啊，当人对落了后。人对落了，上帝当做两个选择，头一个，非条决定做，会使无？像我问你吼，你来你做，我毋知你捌去做迄个做陶土无？你若做了歹，安那？你个决定做啊？上帝当会，总叫阿爸爸不忍心啦。阿爸爸心内想要创，是要拯救。啊，圣经我啦，阿爸爸我来做。啊，要安怎做？爱诚做人，诚做无罪人来地面上，才有法度救人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安尼。所以吼，耶稣基督来世间伫2000年前。伊完成救赎了，伊倒转去啊！啊，圣经创啥物？圣经降临，伊将救恩，耶稣完成救恩，赏赐互伊感动的人。所以对救恩的立场来看，圣父上帝准备救恩，圣子上帝成就救恩，啊，圣神上帝安怎赏赐救恩？哥林多前书12章第30讲安那？讲见若接纳耶稣基督是上帝囝，是圣神感动的。若无圣神的感动，就无人会称耶稣基督是主。所以啊，即摆，哇！你若直接讲到三位体上帝，迄是足奇妙、足奇妙的事呢。所以我即摆讲较紧的吼。最伟大的行动就是耶稣基督创造三位体上帝创造，啊，甲拯救，啊，拯救内面上重要、上水的行动是啥物？就是道成肉身。我直接要甲你讲吼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吼，迄是足无简单的代志。啊，我直接用一句话写讲啊，亲像一个上伟大的君王，啊。穿去食衫，出现伫咱中间。
迄什么意思？我拄则咧讲，伫旧约圣经内面，耶稣上帝囝，这世界是创造的。所以约翰第一章讲，伊到家己的所在人，家己的所在人无接纳伊，甚至拒绝伊。是安怎拒绝的？伊来世间的时候，无穿军服的衫来。伊出世的时，伊上卑微的所在，出世伫足散车的内面。这要要紧哦，用看无起，这要要紧。上重要是啥物？伊来到伫地面上的时，伊将伊迄个极大阳光，上帝本体，迄个上帝神性 ，the divinity of God， 这上帝神性安那包起来，包伫对，包伫伊的人性内底。所以换一句来讲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迄句话上水的所在是啥物？伊将伊耶稣是100%的神，无毋对，总是伊嘛是100%的人。总是伊的100%的神，将伊的神性嵌伫伊的人性内面，所以来到是地面上。所以我直接请咱来看腓立比书吼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10节。我先看咱来看顶管遐有写讲两讲吼。第9节遐讲，耶稣是迄个真光，照亮一切生伫世上的人。伊伫世界，世界也是照着伊做的，世界却毋捌伊。伊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所在人无接纳伊。就是讲，凡来既然接纳伊的，就信伊的人，伊就使因官并做上帝的儿女。咱来看第5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。而且讲，恁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家己甲上帝同等最强大的，反倒拼共家己，处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样式，救人的款，就家己卑微，专心顺服到伫死，佮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上帝将伊升做至权，佮赐伊迄个超过万名顶面的名，叫一切伫天顶、地上的、甲地下，因为耶稣的名。无骹头无跪拜，因为即摆是遮咧讲一句足重要的话，遮咧讲啥呢？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伊本身就是上帝。伊安那为了要救人，来到世间安怎样？诚做人，毋是诚做普通人吼。因为即摆请咱会记一人，伊对天顶上帝的形，放弃迄个，来到地面上诚做人，这已经落一大步啊！来到地面上的时，无够哦，要做啥？奴仆咧，处奴仆的形状。做奴仆还无够，佮为着咱死，死还无够，要死伫十字架顶。迄个目的就是要，你甲我，无论地面上偌悬的人，还是偌低的人，拢会通因为耶稣基督进入伫上帝国内面。耶稣基督用这款方式，将人对罪恶、对恶的关系内面救出来，要互咱创啥？要互咱伫伊的内面会通得到救。我只要甲咱讲一个足奇妙的代志，遐是啥物？耶稣基督来世间了后，吼，互人配合呢？地面上人毋捌伊。因为出世足卑贱，虽然伊老爸老母是大批的子孙哦，总是过2000年后，什么人子孙拢嘛共款啦，足善的，较有看无起。其中一项，因为即摆你若知影这两代志吼，你会感谢讲同路感动的感动。我有拄过几个医生吼，即个毋知用甲有少医生，甲我讲因信耶稣，因袂当相信耶稣是对玛利亚出世的，童女降生，迄无可能。我徛伊遐个面前啦，我感谢主，你徛伊遐个看咧，你也毋是徛伫上帝个目睭看，所以你看无咧。因为耶稣基督吼，你若注意读马太福音第8章，不是咧，约翰福音第8章，咱拄则读过，耶稣。
甲犹太人在讲话时，犹太人骂伊两件代志。恁来看，我请恁来看。约翰福音第8章，第8章48节，犹太人回答讲：“阮讲你是撒玛利亚人，搁受鬼附身的。”这句话敢毋是正对嘛？弟兄妹，这是当时犹太人看耶稣，啊，恁这句话你读得无啥会吼，我无人听。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人？你知道无？因为犹太人家己掠做因正统，因迄统较准。啊，北边有迄个住伫撒玛利亚的人，遐人叫做撒玛利亚人。啊，因甲因绝对无往来。是安怎讲？你知无？撒玛利亚人是古早以色列国的百姓，甲啥？甲外国人合，同婚生的。所以讲撒玛利亚人较好听，其实撒玛利亚人的意思是啥？下族。耶稣基督是上帝囝呢，为着要救赎咱，伊爱食做一个无罪的人来世间，所以伊来投胎借玛利亚巴肚生出来。竟然，犹太人讲，你是乌白来的啦。啊，今仔日咱若伫教会内面，阁有即款基督徒讲耶稣含犹就是犹太人讲的吼，迄对耶稣基督是大亵渎。当咱捌耶稣基督来世间，为着咱爱处理安大代志。因为即摆我逐摆想遮，我流目屎。世间无有即款疼，世间无有即款阳光，所以耶稣基督哪呢？当伊来遮帮咱人，互上帝关闭伊的心中，我个信心将魔鬼赶出去。人讲伊啥？讲伊是鬼附身的。因此，我就要甲咱讲吼，耶稣基督来世间的目的，我就讲较济，我最后讲一个东西吼。耶稣基督来世间，伊就是旧约时代所在预言、所在预表迄个弥赛亚。我直接要甲咱讲吼。我直接请问咱吼，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弥赛亚，咱中间有可能有人去唱，从咧唱着迄个做新曲迄个弥赛亚吼。啊，你讲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就来补救世主。啊，基督，你做者做基督徒啊，基督什么意思？你做者人嘛拢唔知影吼，基督什么意思？兄弟姊妹，拜托。咱爱倒转去圣经的真理哦，我只要甲讲啊，拜托，我毋是咧分家规啊，咱爱倒转来圣经的真理。我直接要甲咱讲哦，你毋通是信掉，还个学袂成。基督是新约圣经，啊，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的，基督的意思叫做 Christos， 啊，迄个意思叫做受抹油的受膏者，啊，弥赛亚咧。弥赛亚是希腊语的，希伯来弥赛亚是古圣经，希伯来语，古圣经是用希伯来语写，啊希伯来语的弥赛亚叫做马西亚，啊咱就唔该做弥赛亚，代志啦啊，中国会做弥赛亚，啊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受膏者，共款意思，受抹油的。啊那两个名啊，因为一个是希腊语，一个希伯来语，啊两个共意思。拢是受抹油的，所以若有人你若讲啊，基督啥意思？是救世主，啊是弥赛亚是救世主，毋对，跳了上去。迄个意思是啥物？伊是受抹油的，啊是安怎受抹油甲救世主有啥物关系？有喏，现在请你注意听吼，伫旧约圣经内面，
古早伫规个圣经内面会当受外游的，敢若三种人。头一种是啥物？头一种是君王，君王上任的时，加冕的加冕典礼是外游。第二款先知，先知设立做先知的时候是外游。第三项是啥？是祭司，祭司上任的时是外游。啊，这三款人拢会通称作马西亚、弥赛亚、弥赛亚。毋过，请咱注意听，请咱注意听，这足重要。总是伫几个圣经内面，先知的内面有几十位在讲有一日，上帝伫末这个时要差派一个独一的马西亚。啊，所以伫希腊语、希伯来语顶悬，伫马西亚顶面佫加一个哈马西亚，迄个哈伫英语叫做 the， 定冠词一个，敢若一个尔 ，the Messiah， 还是讲 the anointed one， 独独一个受外游的，啊，即个要来，伊啊呐，一个人要兼三个职分，伊是君王，伊是祭司，伊上时佫是先知。即个来要创啦，要拯救伊的百姓，对黑暗入光明，对受捆绑得到透放。所以犹太人到底要在等弥赛亚，是咧等这个啦。啊，伊唔爱接受耶稣基督。最近开始哦，无共款，愈来愈侪人，愈真太唔信耶稣。迄另外就一位数。啊，你知影新约圣经，你若看英语圣经 ，The Christ， 迄意思是独独一个。你看伫几个圣经内面哦，一个人会当有两个身份。像我举一个大鼻龙，伊是君王，啊，因为写足一诗，迄诗拢是圣情感动的，所以伊嘛会当列入去先知的内面，总是伊是祭司。啊，伫先知的内面，先知的中间有一个叫做亚利米，先知亚利米你拢知影捌听过？亚利米伊的本身伊是祭司，啊，上帝呼召伊起来做先知，伊有两个身份。以西结伊本身嘛是祭司。上帝呼召伊起来做先知，所以两个即个无一个三个身份的，总是讲伫末日到的时，上帝要差派独一一个 The Anointed One。所以你敢知影吼？你若注意读圣经，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迄个时候讲啥？讲迄个圣神降临，第5顺这是。啊！耶稣也先哇，120个讲圣经充满，啊开始讲别国话着。啊，你是中间一个上伟大人，彼得徛起讲道，有无？啊，彼得讲一篇道热热人几20站吼。啊，最后一句话讲安怎呢？讲迄个耶稣伫顶个月恁甲杀死的，即马上帝设立伊做啥？设立做 The Christ。设立做即个基督，所以你来悔改。哦，这百姓听了有感动吼。啊，毋过耶稣学生出去讲，耶稣就是基督 ，Jesus is the Christ。你唔知耶稣会写干喏？当时还来站头咧，因这个名啊，心情你来有别用。啊，咱今日讲耶稣基督，讲啊足简单吼。拢是伫初代教会，迄是足不简单的代志。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。啊，做三项代志，你若注意读圣经，特别读四福音的时，你注意读四福音的时，我见讲耶稣干那做三项代志尔。头一人，伊宣传上帝国福音，啊，伊是啥物角色？伊是先知，所以讲的话、讲的都足水的。像即摆咱即摆读书，你咪是有足侪耶稣的讲道，对不对？向人是有人摕录音机甲录落来，有无？还是有人举笔记写咧？无。古早人听着，因为遐尼水的话，掉伫因的心内，啊，传出来，留伫圣经内。所以耶稣伫将上帝国的话
上帝国的真理、上帝福音传出，伊咧做啥？伊咧做先知。啊，耶稣做啥？做祭司，伊毋是做祭司呢，伊做大祭司，伊将伊家己的性命献伫祭坛顶，为着你流血，为着你死。我等下再过来讲迄个。啊，了后，耶稣做啥物？耶稣做君王。所以你看，耶稣伫世间伊会当讲医病，耶稣会通帮助人对艰苦的中间，对受灾难的中间，对着安慰，迄种祭司的安慰。啊，最后一人，耶稣做啥物？耶稣做君王。君王的目的是啥物？带上帝国进入地面上，啊，地面上遐当时啥物国地地面上？毋是巴比伦帝国，毋是迄落希腊帝国，毋是啊，遐帝国拢无重要。地面上，全地面上去用魔鬼控制，才做黑暗的国度内面。所以耶稣基督来时，伊伫地面上啊，就两个国度的斗争啦。啊，迄个斗争上明显是啥物？耶稣赶鬼。所以你发现讲耶稣伫地面上哦，伫所有内面做三样代志。头一样代志，伊传扬上帝国福音，因为伊是先知。啊，耶稣医病，耶稣毋但医病来听，耶稣搁帮助人得到改变，迄种祭司的工作。啊了后，耶稣赶鬼，迄是啥物？迄上帝国的王权，甲撒旦的王权相拄的时所产生出来。所以有当时讲，啊，古早迄赶鬼迄无影的啦，迄吼，迄就超过到要精神病啦，无。年轻话，真水的所在是啥物？耶稣基督将这个权柄伊做了后，伊倒转去，伊甲伊学生讲：我遮伫地面所做的，拢要互你嘛会当做。所以咱今仔日会通代表耶稣基督伫地面上做有君王的权柄，有先知的文书，啊，阁有祭司的溃烂。通做耶稣基督的事，所以我来讲，咱受竞选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吼，啊做后摆培上帝，囝毋是要叫咱大家伫地面上讲，安尼好，你信耶稣会使啊吼，啊所以到地面上吼，好啊做啊去做礼拜啦，啊做礼拜了吼，以后等死登天堂，迄毋是耶稣的计划呢？耶稣的计划是啥物？是我做的，你嘛爱做。我后面要来讲吼，耶稣。教咱安怎做？啊，我最后来讲讲吼，一个重要的、critical 真重要的一句话，耶稣基督死伫是既定的代志。我伫顶礼拜有一个牧师来阮教会，啊，阮咧小组的时，即个牧师有甲我讲，因为师傅恁吼，基督教咧讲是未记吼，啊无是未记是咧创啥？我好来，我请杨师傅讲，阮的会友吼。我讲了袂歹啦，我讲甲不得不切。我只要要问咱吼，到底是物件代表啥物话？我来讲吼，请咱注意听吼，是物件，我这讲了就使休困。是物件，所以我要讲是物件吼，是古早罗马帝国罗马人发明上残忍的刑具啦。啊，只有啥物咧？法官咧，啊是殖民地的人，若死的一定定死的。啊，伊足残忍的哦，才定一支钉啊！啊，你毋知啦，定钉啊，定伫即个手中心这吼，会落去啦。伊俩啦，这无够用，啊，所以爱手白色啊。啊，若无普通拢定伫遮啦。即个骨头遮吼，即较用，我迄是足疼的之外，啊，迄是钉啊，逐支钉拢6寸长。哦，咱若迄个小挂一空在咧挨叫吼，哦，即两支钉一个，啊了手搁打做骹打做伙，搁钉一支。啊，罗马人为着诛心吼、诛逼啊，讲这钉的足疼吼，所以要死之前，甲你讲甲差不多吼。
所以耶稣基督为着咱讲到喺什么程度，你唔知？因咧讲迄书啦，吼，迄编啊，顶管拢搞定啊。所以咧输落去来救起来，迄肉拢规拢起来。对头讲到骹，讲到身躯拢烂的，啊变过来个头前。耶稣基督为了咱忍受起来，咱世界人的罪偌大。本来第二项，耶稣基督先来死伫十字架顶，头一人耶稣伫十字架顶开始流血，耶稣先来流血，因圣经内面讲，若无流血，罪就袂当赦免。所以流血目的就要互咱得到赦罪。咱今日讲主啊，你赦免我，嘿，迄毋是简单的一句话哦。咱犯罪了，甲主求赦免，咱就主就赦免啦。迄伫上帝面前袂过关呢。是安怎讲？上帝袂讲，因为你著信我，所以无要紧啦，我赦免啦。无，因为耶稣基督为着你流血呢，所以咱的罪才会当得到赦免。啊，你若罪的背后带啥物会来？罪的背后带来罪债啦，罪债。啊，罪啊，你行罪，啊，你行罪结果是咩？你要哪行？死。罪的代价就是死。所以为了咱大家拢会死的。死无呢？因为咱拢爱行罪。啊，迄个还无够，遐怎办？遐无够，罪搁来罪罪，啊罪罪搁煞了呐，搁救助呢。毋是干那你尔，咱所犯的罪会乱到会来搁煞去呢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爱顶伫十字架顶，啊无站头无较简单，迄头壳啊了后，这就死啊，对不对？你毋知挂伫十字架顶。卫生股红转光光啊，遐讲甲烂的吼，迄是偌艰苦的代志。因为耶稣早起9点红顶是到中昼12点是，反正咱天乌天地啊。耶稣话一句讲：伊罗伊，拉玛撒波达尼。迄意思是咩？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你啥事放生我？连阿爸爸上帝迄个时都唔看的，3点钟。是啥物原因？迄个是耶稣基督代表你甲我，所有人类的罪债甲救助拢入伫个身上。啊，是安怎耶稣爱顶到十字架顶，伊站头无较简单。你敢知影《申命记》第21章23节？《申命记》21章23节讲安怎呢？伊若挂伫树头的，拢是上帝救助的人。你敢知有太有人讲？我一心我歹，你知无？要求耶稣死刑，啊，佮要求耶稣爱顶十字架。迄啥物原因？要甲这个人救助到回死，讲或者永不超生啊！哎呀，说欢喜接啦，啥物原因？伊将咱的罪、甲咱的救助、甲咱的罪债总担。所以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。一摆完成所有的救赎。今仔你会通做基督徒，今仔你有一日会离开世间，耶稣会接纳你，阿爸爸接纳你做伊的囝，毋是你外口，是耶稣基督为你做这个代志。所以你即摆每一摆当咱看到十字架时，咱会记得。迄是一个救助的记号，真做祝福。迄是一个黑暗的记号，真做光明。迄是一个残忍的记号，变做疼痛的记号。迄是一个绝望的记号，后来真做盼望的记号。若无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，咱无一人通得救。为着安尼，现今为遐尔大的救赎，收入互你，咱袂通将耶稣基督当作凊彩，
我拄则讲过，耶稣来世间为着要成即样代志，伊互人的侮辱，你甲想着，你敢挡袂牢？所以我是要甲恁挑战一下，你服侍主有服侍到像安尼无啦？人甲讲两句啊，你就起我之歹啊，是毋是？那你嫌两句啊，吼，我吼出遐济力，吼啊做这，你去甲耶稣基督互你的代志比看觅咧。兄弟们，当我每一摆想到耶稣基督会疼，我毋敢伫主的面前讲主啊，我做足济。当我每一摆艰苦心的时，互人勒骂的时，我想到耶稣基督为着我所做的代志，我伫主的面前毋敢讲什么。当我拄着足大迫害，甚至艰苦，甚至用勒骂的时，甲耶稣比起来，会比讲一句 "It's nothing"。兄弟们，你为着主付出什么？你伫教会内面，你做甲真难苦着。咱台湾人讲做甲流汗险，做甲流汗险甲流汗。那安尼吼，你就爱感谢，因为你拄小可信耶稣基督，求主真来帮助咱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领受这个，求主帮助阮，求主扶持阮，帮助阮无论大细、年纪越悬还是低，阮来孝念主耶稣基督，你道成肉身为着阮所做的。愿主帮助阮，纪念你为着阮所做的，甲主感恩，搁一遍激醒阮，改变阮，扶持阮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